你不要让自己陷入到那个情绪里无法自拔的话，那个会蛮难受的。对，有的时候要学习健忘，选择性失忆。然后分享一下就维持婚姻的秘诀。其实我没什么秘诀，我认为啦，其实要维持婚姻，其实真的是不容易，因为来自于不同的成长背景，说大家要在一起生活，兄弟姐妹都会吵架了，何况来自于不同的成长背景，然后如果又是不同国家的人的话，确实是在相处是蛮辛苦的，就对了。总而言之，我觉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真的，我觉得不容易。比如说夫妻如果发生争执，因为在气头上都会口出一些当然恶言，然后要怎么办？会怎么办？我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就忘记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尽量控制自己，不要在气头上讲太不好听的气话，然后尽量能够冷静这样子。玉姐有讲过一些气话吗？我还好我也忘记了。你知道我这人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人家吵完架再一转头，下一次我见到你，我都会忘记我上次为什么跟你不开心，好像有这么一件事，但是为了什么我都会忘记。我觉得人要某些事情要学会健忘，才能够相处的自在。我想任何一对夫妻都是一样，就是要相处都没有那么不容易，然后每一个人都会有每一个人的问题，就好像我在讲，我刚刚他们在问我，我也是讲说，跟这个相处呢，就好像我们穿鞋一样，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，这个也很难被外人来评论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只是觉得说，不管是任何决定，就是我认为基础就是不要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。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家人，这个是蛮重要的事情。就是我们尽量能够如何圆满，不管是是善是聚，都是不要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，这个蛮重要的。对，就要有责任啦，包括我们对下一代都是看怎么样能够负责，这样是最好的。简哥常常讲我说，我们两个譬如说不开心啊，他还在生气，我已经忘记了。我还这样跟他讲，他心里想说，刚不在吵架吗？对，刚不是不高兴吗？怎么现在已经好了？就是要这样子，对，你不要让自己陷入到那个情绪里无法自拔的话，那个会蛮难受的。对，有的时候要学习健忘，选择性失忆。选择性失忆。我还好因为我婆婆是一个个性很温和的人，然后其实我婆婆是因为我跟简哥差比较多岁，她简哥是独子，所以其实我婆婆是蛮聪明的婆婆，她是爱屋及乌型的，就是儿子喜欢她就喜欢这样子。没有，我婆婆从来没有大声跟我说过话，我婆婆连一个碗都没叫我洗过，她从来不会叫我做任何一件事情。我婆婆也从来没有要求我做任何一件事，就是她是个很温和的婆婆这样。不会，从来不会。她从来不会管我们之间的事情。当然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在碰到简哥的时候，简哥已经30多岁，快40岁了，他还有什么好管他儿子的吗？对，所以对不对？所以我认为就是每个人的状况会不一样，就是每个人大环境会不一样，所以会衍生出来的很多变化都不一样的，不能一概而论。那我的状况是因为我碰到简哥的时候，简哥年纪已经非常成熟，他妈妈怎么会管他呢？唯一的希望就是说快一点娶老婆结婚吧。对呀，其他还有什么好管的？所以我没有这个问题。对。那其实我们两家都还相处的蛮好的，像我妈妈还跟我婆婆还是牌友，他们还会一起打麻将。